在中华除了肉圆以外呢，控肉饭其实嘛介出名。有地方的团队是来出版一本控肉之城的刊物，记录51间无同店家的口味，也有料理的方式，甚至还佫邀请这美笑念家团，把这个控肉饭写作是歌词，用传统念歌的方式来消解中华人的控肉饭文化。啊，上该抽2时啊卡筋哦。 也嘛一实在是推人哦。下现啊，月琴声搭配念歌，唱的是中华正出名的控肉饭。中华人食控肉饭真讲究，肉粉有分肥的甲瘦的，大间店的卤汁甲配菜嘛拢有个人的特色。即阵就电风团队出版一份控肉城的刊物，佮结合传统念歌的方式来消解中华控肉饭。咱念歌吼，本来就是拢爱编歌句，要四句联啊，念道句、押韵安尼啦。每一个所在吼，咱也要了解伊的文化，上介紧的一个方式，也就是来食伊的物件啦。所有什么啊，拢受到这个文化影响上介大啦。电风团队指出，亲像台南牛肉汤、嘉义鸡肉饭，拢有真侪相关的记录。不过，中华却真少有专门消解电风食食文化的册，应用半年的时间访问51间店家，记录料理的方式，整理控肉饭的相关资料。其中，控肉饭多感，佮特别加入台语罗马字，要互民众了解中华人内行的食法。就算是我是中华人，不过对这店家的历史啊，佮因煮的方式，其实有淡薄仔无了解。 透过安尼的方式，拢会使对中华，不管讲是控肉饭、肉圆，还是麻糍等等的美食，佫有更加深的了解。板豆师傅吼，开始转做小食，甲风肉这个料理开始变做细地的肉。中华人嘛食得做习惯的，但是其实伊是一个大菜料理的背景安尼。 电风团队表示，中华的控肉饭是为早期的板豆料理，慢慢发展变成民间食面，经过一代一代传承，即阵立即出在地的食食文化。电风团队即道除了推出刊物，也有举办摄影展，希望互民众为一碗控肉饭开始，更加入捌中华一路发展落来的食食历史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